讨敌归来，快，准备开门迎接！且慢，情况不对，弓箭手警戒！全体给老子警戒！一起！张马总，你是宿将，咱们开不开门？县尊生死未明，下属怎能不救？若是开门，被溃兵和贼人顺势破城，那就全完了。这样，我带几只长矛手出门接应，当时也留在城上指挥弓箭手。听我号令，更换火箭！快！这是真的玩命了，杨林！弓箭手准备！